真正嘅自由往往藏喺最令人驚嘅地方。你有冇發現，當我哋越在意人哋嘅睇法，反而越容易失去自己？被討厭嘅勇氣呢本書深刻咁提醒我哋，就算俾人講壞話，俾人討厭，都冇咩好在意，因為對方點睇你，嗰係對方嘅課題。呢個觀念叫做課題分離，佢係我哋重獲內心平靜嘅關鍵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唔再需要個個人都中意你，唔再需要喺每個場合都表現得完美無瑕，你會感受到咩嘢嘅輕鬆？當我哋能夠清楚分辨咩係自己嘅課題，咩係人哋嘅課題，我哋就可以從人哋評價嘅沉重枷鎖中解脫出嚟。你嘅人生唔需要人哋嘅認可嚟證明價值，呢個唔係冷漠，而係一種智慧嘅界線。就好似喺自己嘅心靈花園裏面，我哋只需要負責淋水施肥，至於花朵會開成咩樣，嗰係花朵自己嘅課題。或者你會問，點解人際關係總係令我哋咁痛苦？被討厭嘅勇氣俾出咗一個震撼嘅答案，所有煩惱都係人際關係嘅煩惱。就算係選擇做隱士嘅人，都好在意人哋嘅眼光。呢句話點出咗一個深刻嘅真相，就算我哋逃到天涯海角，內心深處仍然冇辦法擺脫對人哋睇法嘅在意。呢個唔係我哋嘅錯，而係人類天生嘅社會性使然。但問題嚟啦，當我哋將快樂嘅鎖匙交俾人哋，將自己嘅價值建立喺人哋嘅認同之上，我哋就失去咗生命嘅主導權。諗下，如果你嘅心情會因為一個陌生人嘅一句話而起伏，咁你仲係你生命嘅主人嗎？真正嘅解脫唔係逃避人際關係，而係喺關係中揾到自己嘅立足點。當我哋唔再將人哋嘅情緒當作自己嘅責任，唔再將自己嘅快樂寄託喺人哋身上，我哋先至能夠真正咁愛人愛己。但係點解我哋明明知道呢啲道理，卻依然好難改變？真正嘅阻礙唔係外在環境或者能力不足，而係我哋潛意識中對現狀嘅依戀。有時候我哋寧願選擇熟悉嘅痛苦，都唔願意面對未知嘅可能。呢個就好似一個人被困喺一個唔健康嘅關係裏面，明明知道離開會更好，卻因為驚孤單而選擇留低。改變需要勇氣，需要我哋願意放低嗰啲已經唔再服務我哋嘅舊模式。問下自己，你真係唔能夠改變，定係唔願意承擔改變帶嚟嘅不確定性？當我哋誠實咁面對內心嘅抗拒，我哋就踏出咗改變嘅第一步。每一個小小嘅勇敢選擇，都喺為我哋嘅生命寫下新嘅可能。呢度有一個令人振奮嘅真相：幸福係一種選擇，唔係命運嘅安排。當我哋意識到而家嘅狀態係過去選擇嘅累積結果，我哋就能夠開始為未來做出唔同嘅選擇。呢個唔係要否認生命中嘅困難或者創傷，而係要重新奪回我哋對生命嘅詮釋權。從受害者心態轉向創造者心態，意味住我哋唔再將注意力放喺點解呢啲事發生喺我身上，而係開始思考我可以點樣回應呢啲經歷。每一日醒嚟，我哋都可以選擇用咩嘢眼光睇生活，用咩嘢態度面對挑戰。呢個唔係天真嘅正向思考，而係一種成熟嘅責任感。當我哋為自己嘅選擇負責，我哋就重新成為咗自己生命嘅主人。真正嘅勇氣唔係要變得完美無缺，而係喺唔完美中依然敢於做自己。當我哋唔再驚俾人討厭，唔再追求所有人嘅認同，我哋就能夠更真實咁活出自己嘅價值。呢個需要好大嘅勇氣，因為社會成日教我哋要迎合、要討好、要符合期待。但係諗下，如果你一世人都喺度扮演人哋期待嘅角色，咁真正嘅你喺邊？接納唔完美嘅自己，意味住我哋容許自己犯錯，容許自己學習，容許自己成長。完美係個幻象，真實先至係力量嘅來源。當我哋能夠帶住慈悲睇自己嘅唔完美，我哋亦都能夠帶住同樣嘅慈悲睇人哋嘅唔完美。呢個就係真正嘅連結開始嘅地方。最後，等我哋傾下點樣喺日常生活中建立健康嘅人際關係邊界。課題分離唔係要我哋變得冷漠無情，而係要我哋喺關係中保持自主性嘅同時，仍然能夠建立深度嘅連結。呢個就好似學游水一樣，我哋唔需要捉住人哋先至可以浮喺水面上。當我哋學識依靠自己嘅力量游水，我哋反而能夠更自由咁同人哋一齊游。健康嘅邊界意味住我哋唔會為咗避免衝突而委屈自己，亦都唔會為咗證明自己嘅重要性而控制人哋。我哋學識說不，亦都學識尊重他人嘅不。我哋關心人哋，但唔會將人哋嘅情緒當作自己嘅責任。咁樣嘅關係模式，令每個人都能夠喺關係中做真實嘅自己，
呢個先至係真正互相尊重嘅愛。如果呢啲分享對你有所啟發，歡迎你分享俾身邊同樣喺尋找內心平靜嘅朋友。願你喺接下嚟嘅日子裏面揾到做自己嘅勇氣，亦都揾到愛自己嘅智慧。